你说什么？我说 ti amo giovedì tanto ti amo giovedì tanto 的。笑什么呀？西西，奶奶，快来亲一下。还是奶奶对我好。奶奶，快坐。哎，还在抄呢。哎呦，西西，来歇一会儿，咱们喝杯奶，吃点点心，垫一垫。还是奶奶对我好。奶奶，你是不是会译文啊？我年轻的时候学过一点儿。哎，奶奶，这个用译文怎么说？你们这个干嘛呀？思辰的老师逼我学，我真的学不会，所以我在想，我要从感兴趣的入手，会不会好一些？所以，我想给思辰一个惊喜。我想一想啊，ti amo，不对，应该是 ti amo giovedì tanto，对，就是这个 ti amo giovedì tanto。我记一下啊 ，ti amo giovedì tanto。今天学的怎么样？100遍，老板。这么认真啊？就是自然点。你的脚怎么样了？好点了吗？哦，好多了，已经没事了。明天的舞蹈课可以吧？还有舞蹈课啊？那我就只能说 ti amo giovedì tanto。你说什么？我说 ti amo giovedì tanto ti amo giovedì tanto 的。笑什么呀？顾西西，我还是第一次听人这么扯着嗓子表白的。谁跟你表白了？好赖话听不出来啊！我特别爱你，我特别爱你，我特别爱你。奶奶，怎么回事啊？哎呀，年纪大了，记性不好，体谅体谅吧。睡了，晚安，孙媳妇。